台語講豪怪，就是華語講的諸羅樹蛙，這是台灣的特有種。最近嘉義縣大林鎮有一間專門佇咧保育豪怪，佮推廣在地種作的合作社。伊這網絡頂頭的商標去互偷用去啊！合作社的成員佮去互人用 AI 的方式換面，結果替伊咧賣來路不明的筍仔。合作社知影這件代志了後，要求對方愛甲影片抬掉，嘛警告警方來報案。佇影片內底，農民用拜託的方式，希望大家鬥相共協助因渡過難關，閣會當買到介紹真俗的筍仔。嘉義縣大林鎮豪怪合作社內底的筍農，互人用 AI 換面的方式，佇網絡頂面來賣筍仔。咱的烏克麗嘛有外銷，咱的外國因為量嘛足大，伊用這個影片就是在欺騙我們的消費者。我一看到，我甲咱的當事者開緊甲帶去報案。影片的內容就是用我的頭像、我的聲音，然後博取消費者同情，說我們處境很可憐，然後筍子賣得不好，所以希望消費者幫忙。然後，但是他後面接的就是別的國家的竹筍，不是我們所生產的竹筍。農民表示，對方可能為網絡頂面找到伊的相片，閣有一寡有聲音的影片，所以才有法度用 AI 模仿伊的聲音出來。這個影片拄出來，合作社就聯名要求對方愛來刪除影片，無情到今閣無接到有人哄騙的消息。是煩惱講有迄個不知情的消費者，若無注意去買到這來路不明的筍仔，當作是阮合作社出品的，對阮的合作社來講是一種傷害。對消費者來講嘛，是有可能對因的健康有不好的影響。本分局獲報本轄筍農遭冒用身份於網絡散播販賣農產品之訊息，本案獲報後立即受理並協助通報下架。本分局呼籲民眾對於各類網絡訊息廣告應多加查證廣告的內容真實性，避免受騙。除了成員互人換面來賣物件，合作社的商標嘛互偷摕去用，模仿的程度互因合作社感覺是真煩惱。合作社就提出呼籲，民眾要買物件進前，攏會當先敲電話來確認，千萬唔通相信網絡所有信息，減少互詐騙的機會。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